Hi，呢本書叫《慷慨的感染力》，作者 Chris Anderson。Chris Anderson 呢係 TED 總裁，佢目睹好多慷慨嘅理念慢慢發酵，廣及世界，造福眾人，發現好多鼓舞人心嘅案例，分享點樣係可以慷慨，不限於金錢，變得具有感染力，而且係一種我哋永遠都唔會痊癒嘅感染力。希望藉住呢一本書，喺善良被低估嘅年代，令到善意可以泛起漣漪。有時我哋只係需要冒一啲險，俾到我哋能夠俾到嘅，或者就可以接下嚟發生嘅事就可以變得係好神奇。而家呢個時代係網絡嘅時代，令你所作所為都變得透明，大家都喺度睇緊你，無論你做緊嘅好事定係壞事，你都會影響你自己個人嘅聲譽。聲譽就係人類嘅行為入邊嘅地下執法者，每個人都會顧慮到自己做壞事會被發現，先至會展現出最好嘅行為。聲譽係一種人類嘅重要貨幣，我哋嘅快樂成功好大程度都取決於我哋嘅聲譽，人哋點樣睇我哋。網絡就好似病毒一樣迅速咁樣滋長，利用咗互聯網去擴散我哋嘅慷慨信息，係可以不斷引發新嘅漣漪效應，而且係嘅速度咧係非常之快，所以鼓勵多啲人轉載一啲好人好事嘅事件，令到我哋嘅網絡利用傳播嘅力量去廣播一啲好嘅信息，形成咗慷慨嘅颱風。慷慨除咗係金錢嘅捐贈之外，亦都有好多無關金錢嘅贈與，例如關心、溝通、知識、連結、熱情同埋魅力。有陣時我哋只要做一個小小嘅動作，去關注別人，話俾別人知我哋睇到你，你係值得被在乎嘅。呢啲都係俾到人哋最珍貴嘅禮物，係連結嘅開始，一切都有可能。而且呢個世界慷慨嘅感染力真係好神奇。當接受慷慨嘅人感受到自己被看見，亦都會自發性咁將慷慨散出去，讓別人都被看見。慷慨亦都係將施者同埋受者搭建咗一座連結嘅橋梁。同時知識嘅分享亦都係一份禮物嘅分享，我哋將我哋嘅理念俾咗出去，但係我哋依然擁有呢一份知識，就好似我用咗一支點燃嘅蠟燭，人哋借助我嘅蠟燭去點佢嘅蠟燭，我嘅蠟燭亦都唔會熄咗，亦都係可以成全別人有一份蠟燭嘅光。事實上，慷慨係我哋嘅本能，當我哋見到別人有需要嘅時候，其實我哋心底入邊呢係會想作出伸出援手。但係我哋最終係冇伸出援手嘅原因係我哋內在同時有怕損失嘅本能。呢個怕損失嘅本能係我哋唔想放棄我哋現有嘅嘢，包括現有嘅舒適程度，我哋嘅錢，即使損失趨勢最後係會贏，我哋都仍然係會感覺到自己有一股想伸出援手嘅強烈衝動。呢個就係每個人與生俱來互相照顧嘅原始渴望。就喺我哋嘅內在確實就有呢一份自私嘅基因。咁我哋點樣可以改變呢一份自私嘅基因，變為無私嘅人呢？我哋需要建立咗一套必要嘅情感適應嘅特質，包括同情需要幫助嘅人，感激伸出援手嘅人。當我哋目睹第三個人做出善行嘅時候，會對我哋造成實際嘅心理反應，一種溫暖嘅震撼感油然而生，就會創造出善意嘅漣漪反應。其實呢份慷慨嘅感染力令我諗起阿德勒嘅縱向嘅世界同埋橫向嘅世界。我哋確實係有縱向嘅世界同埋橫向世界嘅腦不斷喺度鬥爭。喺橫向嘅世界，我哋有本能嘅自我，係用蜥蜴腦思考。我哋自己會釋放第一個念頭，例如恐懼、慾望、憤怒或者貪憤。我哋嘅同理心需要超越蜥蜴腦嘅本能嘅思維。如果我哋將物品吸出去，我哋可能就會永遠失去。要諗清楚，所以就會阻礙咗我哋有慷慨嘅決心。而橫向嘅世界就係用我哋前額葉皮質嘅腦咧去思考，反思性嘅思維，有被討厭嘅勇氣，亦都有相信全世界都係好人嘅勇氣，從貢獻自己，令到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獲得貢獻感，令到我自己獲得喜悅。喺書入面寫，當 Chris Anderson 當感到自己好渺小同埋開始封閉自己嘅時候，佢就會睇以下嘅說話嚟到作為佢嘅療方。首先，佢會睜開佢嘅眼睛，你會驚喜地發現你擁有一雙可以擘大嘅眼睛，能夠睇到各式各樣不可思議嘅繽紛色彩。呢啲色彩不斷為我哋帶來純粹嘅樂趣。睇睇天空，我哋好少仍然會睇到天空，我哋好少注意到天空嘅萬千變化，雲朵亦都有來有去。我哋只係諗到天氣，然而對於天氣，我哋亦都唔會諗其他一切細微嘅差異。
我哋淨係會諗到好天氣同埋壞天氣。今日此時此刻，其實我哋睇到嘅係獨一無二嘅天氣，或者我哋唔會用呢一個模樣出現喺相同嘅天氣。雲彩同埋天空嘅模樣亦都唔會係一模一樣。擘大你嘅雙眼，睇睇一切，睇睇你所遇到嘅每一個人嘅面，每一張面背後其實都係一個精彩嘅故事，一則你永遠冇辦法完全領會嘅故事。呢個只係佢哋嘅故事，亦都係佢哋祖先嘅故事。我哋全部都係可以回溯到好耐好耐以前，而且就喺呢一日，此時此刻，我哋遇到嘅所有人，所有來自世界各地世世代代嘅生命匯聚喺一齊，與你相遇，彷彿生命之水，你只係敞開心扉就能夠開懷暢飲，敞開心扉感受文明帶俾我哋嘅各種神奇禮物。你打開開關，電能夠為你帶嚟咗光明，你扭開龍頭就有冷水熱水，有飲用嘅水流出，讓感恩之情滿人，成為咗你周遭嘅祝福。呢個就係你真正美好嘅一天。如果你想快樂1個鐘頭，咁就瞓個午覺；如果你想快樂1日，就去釣魚；如果你想快樂1個月，你就去結婚；如果你想快樂1年，就繼承一筆遺產；如果你想快樂一輩子，就去幫助別人。最後分享一個係書入邊令到我好感動嘅故事。一個髮型師喺街上面見到露宿者，佢就走去問候佢哋啦。唔單止，仲開始幫佢哋剪頭髮。當露宿者喺當下同佢建立咗信任感嘅時候，對方就放下心防，開始去傾佢哋嘅生活。啲露宿者開始同佢講嘅屋企人，開始同佢講點解佢會成為露宿者呢一啲心碎嘅故事。對於你聽到呢一啲唔同嘅故事，對於呢個髮型師嚟講，本身就已經係一種回報。最終佢將露宿者嘅故事講出去，打破咗好多平凡人認為露宿者係好吃懶做嘅刻板印象。我哋城市生活嘅人往往都會覺得唔情願去顧及其他人應付緊嘅問題，認為呢啲問題只會令到好複雜，令到我哋加重我哋嘅負擔。於是我哋捉起咗防護罩，冇嘗試去關心下別人。所以有好多其實需要被關注嘅人都從來冇被睇到。給予關注嘅慷慨，其實就係願意犧牲自己一啲嘅舒適自在，願意降下防護罩，去捐一啲時間俾人，願意關懷別人嘅風險。希望告訴別人知道，就算我唔識你，但係我關心你，你絕對重要，而且你係被睇得見。給予陌生人嘅一啲關注，即使係一個片刻，亦都係一種善意嘅有力方式。呢本書分享到呢度，希望你都有興趣去睇呢本書。拜拜。